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富江教会释教49天感恩的日子。相信咱来思想，咱若无主的开路，无伊的保守，咱嘛无法度行到今仔日这个状况。所以，咱要用感恩的心，咱徛伫主赐予咱的信心中，咱向主来献上咱的感谢，向主来献上荣耀伫伊面前。感恩的祈祷伫面前，咱担心出声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献上咱的感谢伫你面前。特别上帝，感谢你的信心甲疼痛拢无变。你有应允，你亲像日头，逐工咧照阮，你有天亲像大水，拢无法停止。只是阮要用全灵全身来敬拜你，因为是看你一切尊贵、荣光、颂赞的地。天父，我们感谢你的不变的慈爱信实，主啊，你的应许如晨光，每日临到我们的身上，你的恩典如江河有流不停。主啊，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举起我们的双手，敞开我们的心门，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颂赞的神。将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我们赞美。所叫咱为着咱所犯的罪，为咱所徛起这个土地所犯的罪，来你的主的面前，恳求主伊的保护亚卡，洗净咱所有的罪。将做一个清心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属天的恩典、属天的宝贵。咱三角出声来祈祷。主啊，有当时阮离开你的路，顾家己的意思，无听你的声。主啊，求你赦免阮所犯的罪，医治阮的心。咱也为着阮这块土地来恳求，甲
的目睭，互因当看见你是真正的王，来归向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偏行歧路，服从你的引导。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冷淡与悖逆。主啊，恳求你来柔软我们刚硬的心。主啊，我们也为这台湾这块土地来祷告，求百姓来认识你，来归向你。主啊，使公义与真理在这土地来兴起。主啊，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在你面前，还有感谢和赞美你。接下来我们为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受攻击，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与盼望。我们也为家人和睦的关系献上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每个家庭成员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健壮。相信咱嘛为着咱的工课，咱的职场学校，甲同事同学好的人际关系，咱献出咱的祈祷。咱嘛为着咱的经济稳定，来解决咱所有财务的问题，咱献出咱的祈祷。相信咱嘛为着身体健康，咱嘛特别为着咱教会身体袂痛、心灵忧伤的肢体，咱献出咱的祈祷，咱同声来祈祷。实干来攻击，常常有平安喜乐。主啊，求你使我甲厝里的人和睦的关系，伫做人做事顶面有智慧有温柔。主啊，求你使我利用所有一切拢无欠缺，也使我身体健康，心灵健壮。天父，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免受仇敌的攻击，长存平安喜乐与力量。主啊，恳求你与我们的家人赐下我们与家人和睦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上与生活中有智慧与良善。主啊，恳求你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主啊，我们将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承认一切的供需都是来自你。主啊，你使我们经济稳定。求主帮助那些正在财务压力的弟兄姐妹，你会一一来为他们开道路，供应他们的需要，使我们明天不忧虑。因你是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主啊，恳求你看顾保守教会中有身体软弱、心理忧伤的弟兄姐妹，站在医治中的逼痛、软弱中的家人，主啊，恳求你赐下平安与力量，让我们每天都有足够的恩典来面对我们的生活。主啊，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煞者咱嘛为着教会同工、甲各项的事工，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嘛为着牧者团队、中职同工、服侍团队、团契首长、甲全职的干事，互伊满有属灵的温数，服侍愈哪来哪有困难。咱嘛为着教会属灵的气氛，较无信心、灵降临，祈祷的大灵，喜爱听上帝的话语，热情的敬拜，咱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咱嘛特别为着大使命、传福音的事工，来带人来归向主，咱来献上咱的祈祷。相信咱嘛为着咱50几年的各种的事工所规划各种事工，来献上咱的祈祷，就是使咱有合理的心情来传递、来传扬主的福音。咱三甲出声祈祷。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使我富强教会伫这个所在的发光做样。主啊，求你大大赐福牧者、中职团工、团契首长。互咱有服侍、有能力、有气力，互咱会当秉承主无救人的心情，专门为着所有服侍团工来一般的感谢。相信我嘛特别会为着50几年来献上我的感谢，因为你竞选来建立富强教会，对49年前的起初到今仔日的每一个脚步。主啊，你的稳定的手拢无离开过，我们学落你，伫这接近半世纪的日子内底，你兴起忠心的牧者、中职同工甲兄弟姊妹，伫真理内底听堂建造教会，互这个所在真做光甲阳。主啊，我嘛要为着要过来第50几年来祈祷，你的话语潜入伫阮的心内。求你来更新阮的灵，你的信心来灌压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中。
你的复兴的火来点到阮服侍你的热情甲火力。主啊，恳求你使我富强教会有清楚的意向，互阮知影伫未来的日子，爱按照你的心意来规划逐项的事工。无论是福音的扩展、门徒的栽培、青年的牧养、家庭的事工、社区的关怀，主啊，拢是遵探你的旨意来成就，愿教会成做祝福的源头。不止阮伫内部咧牧养，阮也要把福音传予规个国社会、规个社区、规个国家。主啊，要恳求你伫复国长迄年来兴起更较侪同心合意的同工，愿你使了谦卑甲疼心，彼此尊重，彼此成全，做合理主义的肢体，共同来承担使命。愿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伫你的温室内底来受装备，伫服侍内底来经历你的信息，互教会未来不只是50档，拢会当持续来荣耀你的圣尊名。愿很久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安尼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相信我嘛为着今仔日的主日，咱来献出咱的祈祷，求主来形容咱，使了更较无灵伫咱的心中，来互咱有一个敬拜、较无敬拜的灵、恶乐的灵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我们也为了各样的服侍与敬拜，单归荣耀给神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将目光单只定睛于神的身上，神必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也为今天夏牧师传讲的信息献上我们的祷告，恳求主的圣灵与夏牧师同在，领你夏牧师嘴里所说出的都能够造就众人，让我们众人都能够得到祝福。我们也为了今天即将受洗、即将有洗礼来信仰告白的这些弟兄姐妹，也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感谢你的良善，你何其美！主啊，愿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们要尽出昧的心向你来敬拜，因为你是天上地的主，万有的神。你的作为奇妙伟大。主啊，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不致偏离你的道，你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出亮光，就是使我们得到智慧。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能够荣耀你，让我们生命能够来荣耀你的神。主啊，恳求你持续施恩赐福伫富强教会，互正兄弟姊妹心中充满信心、疼心甲毋忘，让人军队优良的传统，成做基督传播福音的精兵。大人有比好达志，来军队牧师追求同一理想。当心遵守大使命，互万民成做基督的门徒，伫阮的生命中持续来做福音的见证，传扬上帝你奇妙的救恩，也祈求主耶稣，阮对你的心肠和下，甲天父建立好的关系，提醒阮，毋是单伫行动顶面来传福音，佫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来传扬主你的疼痛。主啊，今仔日是你的主日，主啊，要用敬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专心听你的话语，互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成做阮心中的养分，互阮成做阮的祝福，互阮伫未来的道路持续伫主你的福音道路中面跑走无煞。献上阮一切感谢祈祷，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此时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可以，我们就从座位上来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咱来三伫座位中来起立。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惊了，全能的上帝，伊要保护你，你不要惊慌，
更深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更深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一切的救赎。这是咱来思想，耶稣为咱背十架，伊担当一切的罪，伊受鞭拍，咱第一滴，伊流宝血，互咱得尊严。这是咱用这首诗歌来思想上帝伟大的作为。耶稣背负十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生命在十架上，你受鞭伤我的意志，你受刑罚我的自由释放。耶稣背负十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生命在十架上，你受鞭伤我的意志，你受刑罚我的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以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流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字架上，你手边上，我的医治，你手心房，我的自由释放。十字架，十字架，耶稣的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流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耶稣的爱覆盖我。十字架，十字架，你宝血为我流下。十字架，十字架，我的救赎的记号。十字架，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罪。这时代要看见异象，老年人要来做异梦，因为神的复兴即将来到。看那
那是旨意的神。众生苦遇见草芥他，少年人盼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南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称赞，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这时代是耶稣的时代。看那犹大是旨意的神，众生苦遇见草芥他，少年人盼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称赞，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真理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称赞，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真理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神，众生苦遇被草芥他，少年人盼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看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称赞，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称赞，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是耶稣时代。哈利路亚！天上地下合一敬拜，万国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神将属天的荣耀、属天的福分降临到这地。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
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都已经来，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将灯塔归你的荣耀降落来，地顶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地顶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万国阿乐里你是荣耀君王，天顶地他已经在，阿乐耶稣基督圣洁有个荣耀荣耀你，天顶地敬拜的他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就伫这，人拢阿乐伊，阿妈你主啊归阿你，上帝就伫这，人拢阿乐伊，抱着敬拜永乐天，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抱着前进带不停息。你的荣耀降落来，地顶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地顶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地顶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来宣告天顶大开，主的荣耀降落来。荣耀降落来，地顶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地顶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万国阿乐里你是荣耀君王，地顶地他已经来，阿乐耶稣基督圣洁有个荣耀归于你，地顶地敬拜的他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地顶地他已经来，阿乐耶稣基督圣洁有个荣耀归于你，地顶地敬拜的他永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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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一切荣耀乐归你的天顶的地。这是咱的唱圣诗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请咱齐声感谢上帝，听堂人民到万世，圣
行江西西日生活，是阮救人赦免罪，上帝阮的结果无味，耶稣为咱来受死，咱若可以就拢免惊，到尾阮当会较赢。上帝圣血遍满天的，原本咱人是一家，欢喜一日耶稣圣血，甲被上帝撒到尾，上帝圣血无论落雨，我搁祈祷主地球，我归并前无分彼此，伊的只有一个主，万物主点天顶星宿，感恩光世受艰苦，真求因缘看你是谁，因带情人的心血，信心美丽保护照顾，咱人好当行去路，对着脚步摊伊来行，后会阮当一天下。是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阮今仔日用欢喜、跳跳、感恩的心，做伙来到你主你的面前，我们欢喜迎接富强教会设教49周年。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虽然49年并不是很长的年岁，但是在这49年当中，富强教会经历了许许多多数不完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赐福、上帝的大能的浇灌，让所有富强教会的子民都领受到这样无限的恩典，看见神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显现，也让每一位在这边的富强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聚集在这边，用诗歌来敬拜你，用乐团的乐器来赞美你，也要每一个人发出赞美感恩的心，在你面前献上我们所有的祭。愿神恩典跟我们同在。亲爱的主，感谢你还这个49周年的感恩礼拜，我俩详时要开始50禧年的启动。愿主你赏赐圣神在阮中间，和阮做伙合一和谐欢喜，主你所差表来跑走。愿今日敬拜对头到尾，上帝你的恩典满满拢到阮同在。我要学习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呢，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让我们咆哮感谢主，谢谢。好，我们节目团，谢谢。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是49周年的感恩礼拜，也详时对今仔日开始，咱就是要进入到50禧年，所以伫咱后壁面的礼拜。咱要开始做一个禧年合格启动的宣告，也要通过咱所有50禧年的筹备委员来到你主的面前做一个宣告甲祝福，来开始咱要迎接50禧年的行动。
即时咱备万心，也用感恩的心伫主的面前，咱请两位牧师做伙来参与伫即个宣告的中间。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因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伊伫正上帝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咱着宣扬，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到通天下，最干净伫万邦。我们要宣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天国的福音要传扬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迄时，主要本身对天落来，有大吼叫，有至大天使的声，要上帝的哨角。你着试过分大声的哨角，着全地分哨角。今年要做你的喜年，那时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你要大发角声，要在遍地出角声。这年必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有50喜年筹备委员要拿着我们的会旗进场。我们在小号的吹奏中，我们请所有的委员来进场。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神。我们的50喜年的筹备委员是由我们教会的小会员，还有各单位的代表一起筹组而成。我们在2年前就开始启动。那今天是我们的49年的喜年感恩，我们也是代表喜年正式启动，一直到明年，我们要在8月16号举行50喜年的感恩礼拜。我们这一群委员每一个人都有代表的岗位他们要带领一个团队或是一个小组来推动所有庆祝的事工。我只要先介绍我们2位主委一个是我们的主委陈满竹长老，我们拍手欢迎他。再来就是我们副主委王卫鹏长老，那其余就是我们的长老还有区长的代表，还有团队的代表，我们用拍掌来鼓励，加油！好。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要请同工帮我们照一张大合照，然后我们就开始有
献旗，还有我们贴我们的标语的动作。那站远的没关系，好，原来位置站稳，等一下，OK， 先拍照。好，这个时候我们要请我们的会众弟兄姐妹，你举起你的右手，我们要为所有的委员开始启动所有的侍奉、赞美，还有庆祝的事工，我们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群筹备委员为了迎接50禧年，从2年前就开始组成，现在我们正式宣告启动，要迎接50禧年。主你所赏赐美好的圣工，我们所有的委员大家同心合一，一起协力，要透过各种事工的举办、活动的举办，来迎接神的祝福跟恩典。我们将所有的委员交托主的手中，也将每一个委员所带领的团队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期待在过来的1年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位都有份参与在所有的侍奉，让我们教会因为大家的团队启动，看见神的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团队当中来显现。愿神赐福我们，也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我们同心合一。愿神亲自带领我们。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每一位委员以及所有的团队。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时候，我们要请2位主委跟副主委摇动这个旗子哈。等一下呢，他们在摇动的时候，我们要请同工来帮我一起喊哈。互强50，就把你的右手55指头举出来，然后向神奔驰，用力往前走，好像要出发的意思哈。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请2位主委、副主委来摇动这个旗子，预备来，互强50。向神，再一次互强50，向神奔驰。好，我们请2位将旗子插在那个旗座上。插完之后，我们请我们的委员退到一边。我们要请2组同工将我们的50禧年的 logo 还有标语要贴在我们的讲台的墙壁。我们来退到旁边来。没打。好，我们请同工要将我们的50禧年的 logo 贴上去哈，在十字架下方。对，贴得下吗？还有标语呢？标语放得下吗？好，这样。好，我们拍手来鼓励，还有向神奔驰来。还有4个字，会调的好，我们要更好。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好不好？整齐一点，大声一点哦！互强50，向神奔驰，预备来。互强向神奔驰，拍手感谢主。好，牧师要做最后的宣告，然后再请委员退场奏乐哈。看，伊坐魂来，正目睭要看见，到伊显明的时，恁也要三甲显明伫阳光的中央。看啊，他驾云降临。众人要看见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起显现在荣耀里。愿神的恩典与每一位所有的筹备委员，还有所有的团队弟兄姐妹同在。我们用拍手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要请我们的委员也慢慢退场，再一次做奏乐。哈利路亚，感谢主。开始，请退场。
要用的，你用去食吼。啊，卖久卖久。这是咱三角来体验。奇文5篇，诗篇第8篇。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起造要塞，封闭地的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什么？你要游玩安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看更较低。你指派因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遍遍全地。咱三角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今仔是大欢喜的好日子，阮满心感谢俄罗你，因为你的恩典甲信息，带领阮富强教会行过近49年丰富的恩典之路。今仔日，阮也感恩的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啊，愿领受主你新的使命。伫过去的年代，富强信仰的前辈，他们默默委身，愿接受装备，甘心乐意的付出及传承各项福音事工的使命，互相鼓励。遵称你的教导，伫基督的厅内底包容成全，互富强基地一年一年长大。圣灵的带领，也伫咱的日常生活中体会有主同行的信心，互富强成做传福音的基地、社区的祝福。亲爱的主。这个时阵，愿咱不止用庆祝、感恩过去的恩典，希望更较勇敢，更来迎接未来的挑战。愿阮所服侍的任务落实伫每一个人的身躯顶，由心灵上真正去感动、去激起起初的火热，为着荣耀你的圣尊名。让我们富强教会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社区的灯塔，专心准备喜年的到来，带领人归主作为使命。主啊，愿你亲自兴起忠实的每一位富强人，伫迎接每年彼年曙光的计划中，能够重新得力。重新装备，使富强福音的基地，因为我们各个人愿意委身受装备，再踏上信仰前辈已经打好的基础，各一道来生根，
各一道来扩大。我们坚信，而且要大声地向外宣告：愿你的荣耀是因为我们富强人的合一而彰显。感谢主。去年的筹备事项已经伫进行，软体有祈祷树的见证、诗歌、标语、创作，甲对外事工的推展分享。硬体有目前伫对面教育中心、地下室、1楼、2楼的整修工程等等。阮祈求上帝，互每一个事工的进行会当顺利、安全，经费的补充，需要会友会列的代祷，感动奉献。感谢主，让所有富强人警醒，或许主，你要借着50禧年各项相关的事项的推动与付出，是来考验富强会友在福音事工上有否同心，有否愿意委身成器皿来被你采用，进去决心向标杆直跑的印证。谢谢主，期盼神给我们满满的力量、信心、智慧，在富强49周年生日中，大声吹分享去年的浩角，勇敢有同心来接受去年大大的使命，而且一定会大成功。这是阮的信心的宣告。感谢主！庆祝富强49岁的生日，社区音乐班伫今仔3楼副堂有头一届的作品的展示甲义卖。伊的费用除了我们谢老师的作品外，其他的作品我们义卖当作喜年经费的捐献，恳求主你接纳。感谢谢老师的带领下，每周的同工学生勤写经济，同学们听到周年庆的作品要展示各个模前用心创作表框，是为了能够在喜年上尽了我们的一点点心力来呈现给神，求神特别纪念他们的用心，也为他们的展示得到全会友的赏识，而能成功，而能圆满，作为我们的一个鼓励。爱我们的主，感谢你接纳今天将受洗的兄弟姐妹，让富强这个大家庭能够更相爱、更扶持。此时也恳求主你安慰医治目前心身灵软弱、病痛的兄姐，让他们得到医治、安慰、平安，而且有喜乐。谢谢主，同时也祝天下的父亲在父亲节的节期中能够平安快乐。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享受上帝的话，圣经利未记25章第8节到11节，恁着算7个7年，就是7个安息日年，总共49年。迄年的7月初10，就是赎罪日，恁着派人伫全地分孝甲。
恁着互第50年分别作成，伫全地向所有的子民宣布自由。即年会是恩惠的年，恁买来的土地着还互原主，买来的路呢，着行，互因倒去因家己的厝。第50年要做恁恩惠的年。圣经第2节，希尼米记2章17节到18节。可是现在我对他们说，你们都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因为耶路撒冷荒废了，城门毁坏了。我们来重建城墙吧，免得我们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上帝怎样与我同在，帮助了我，并且告诉他们皇上对我说的话。他们说：“我们就开始重建吧。”于是他们预备好要开始工作。感谢神。说到49周年感恩礼拜。着用阿乐快乐的心，称赞咱的君王，用心敬拜，感谢来吟诗。上主的敬拜是大声唱歌，互世界逐所在充满快乐的声。来阿乐，君王伟大的作为，来阿乐，报扬出声传好消息。哈利路亚！就来感谢唱歌。主的家已经站稳。
是我牧者，我不致缺乏。上主是我牧者，他以慈爱领我到安歇水边，行过幽谷。上主是我的牧者，他满足我一切所需，填满破碎的梦，使我享受主丰盛宴席。我心满足他所赏赐，他供应完全信实。我心所信，我不致缺乏，我不致缺乏。上主是我牧者，我不致
在，现在，全能慈悲大自在上帝，万民拢来敬拜，正天君明日应尊，大声吟诗而乐，因我上帝大恩，快乐就快乐，称赞荣耀上帝大慈爱，哈利路亚，天父慈爱，遍满人民，快乐歌声，响亮无停，带咱凯旋人生。现在，
圣歌队，还有我们的管弦乐团用诗歌来赞美主。我们谢谢我们的圣歌队，我们拍手感谢他们。江玉军老师啊，江玉特别从新竹来来帮我们唱诗歌，谢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圣歌队员先退场，因为我们开始要准备这一些阶梯可以来收起来。那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管弦乐团大大小小，从老师、儿童还有小朋友都有我们再次谢谢他们，谢谢。我们更感谢我们的指挥，还有我们的司琴他们2位的辛劳很多的时间来一起见习培训，我们来谢谢他们，谢谢。这个时候我们从同工开始来做这个恢复的动作牧师也做这个机会做一点小小的报告让这个时间不会被影响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举行49周年的感恩礼拜，那我们感谢主，也有很多位我们的弟兄姐妹要来受洗，还有儿童的洗礼。那今年49周年，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安息年，就是我们预备要迎接50喜年感恩的节庆。我们求神带领我们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筹备委员，他们规划了很多为了迎接50喜年感恩的节庆所预备的许许多多美好的各样的感恩节庆的节目特别是我们当中有不同的类型的感恩聚会，有小组事工的研习，我们有祷告事工的研习，我们有祷告的树的出版，还有我们周年庆50喜年的历史的专辑，而且我们还有我们的敬拜团的研习，还有我们有很多比较属于体能活动的这一个比赛当然我们是迎接明年特别是明年我们在8月16号，我们预计要在成大有一间非常漂亮的音乐馆。为什么要在那边呢？因为我们特别邀请了金希文教授，他为我们谱曲，用诗篇65篇谱了一个管弦乐的曲目，要预备在那一天来线上做首演等于是特别为我们制作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边等于是一个启动，一个开始。我们求神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参与在所有的事工当中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参与在里面你有没有在当中成为神所差派的事工的一份子？我们这个时候要一起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49周年的感恩节庆当中，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是因为神给我们美好的恩典。在49年，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我们要在主面前献上满满的感谢，也就是让我们为了迎接50喜年，我们所做的筹备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启动，我们就要看见神的恩典继续在我们当中来施行。也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让我们看见神满满的祝福跟恩典。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迎接喜年的开动，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喜年号角，重新建造。刚刚我们的信昌长老带领我们读了2段经文，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复习。我要简要的跟大家分享说，安息年，再来是50喜年中间的关联那这个关联是，我们今天就吹响了50喜年号角，其实是明年才开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已经要预备了，这个时候要预备了。所以呢，吹响50喜年的号角，它代表什么呢？刚刚我们读了经文，利未记25章8到9节，
他说你们要计算7个7年，7是多少？49，刚好今年。那这个7个段落，其实每7年就有一个安息年哦，7年就有一次，就像我们7天有一天是什么样？安息日，对不对？每一个礼拜7天嘛，7天有一天是安息日。再来就是7年有一个安息年。那当时在古代的社会，他们从神得到这样的教导，原来发现我们这个大地、这个土地哈，你一直使用它，它会枯竭，无营养，无肥啦。你种的物件吼袂生，所以上帝讲爱互伊休困，所以人也休困，土地也休困，动物拢爱休困。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律例。那50几年的教导是说，49年那一年的7月10号就是赎罪日，你们要派人到全国各地来吹号角。所以等于在安息年的时候就要吹号角。当然7月10号是按照以色列他们的年历来做的，但是我们一个象征，刚好在我们的周年庆，也大概是这个时候。那我们今天迎接社教第49周年，我们也学习圣经的教导，吹起迎接50几年的号角，来宣告主恩典的喜年。都中间提到赎罪日，每年的7月10号，以色列人必须住在他们中间的外桥，要禁食，没有工作。说那一天要举行赎罪礼，洁净他们，使他们得以在主面前洁净。这些条例要遵守，永远遵守。那这个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从这段经文什么启示呢？赎罪的意思是再一次在神面前看见自己的不足，盘点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学会在主面前求神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要迎接喜年，不是一头热闹很多的活动，是要安静下来，求神怜悯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力量，来为主来侍奉。你敢知影咱台湾吼，虽然咱其他的宗教，咱无批评，无啥讲对因家己有甚物款的意见，但是你注意看。一般的宗教吼，因若要压制因的节庆吼，足侪侍奉的人员吼，拢都爱禁食，你敢知影？爱净身呢。所以表示讲，一般的异邦的宗教，因都安尼啊。咱做基督徒的，就是伫49周年的时阵，咱安静落来，清起咱家己，互咱通有份诚做上帝的采用来为主做工。那赎罪日，阁有一个安息年。他说：“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在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要给你们的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当食物。安息年其实是一个供给的年，是一个施舍的年，是一个祝福别人的年，包括这些仆人、婢女、雇工的外来移居的。”是我们要展现神的慈悲跟怜悯，所以安息年的意思是不单是人道宣言呐，没得做的人，连动物和野兽都有得吃，这是地土的宣言。因为地要被尊荣，地要得安息，人人都这样做。他说，这个就是在尊荣耶和华。所以安息年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节庆，但是它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要赎罪，我们要得神的祝福，我们要帮助许多苦难的人、边缘人，那些没有受到照顾的人。所以安息年是宣告地土主权属于神。我们所有49年来富强教会的产业，也都是神给我们的。时间的主权也属于神。所以到了第7年，神要在地土享安息，让地土享安息。7年又7年的安息年，49年后就到喜年了。我们在今天的49周年感恩礼拜，也宣告了50喜年的开始。弟兄姐妹，我们在安息年应该有的装备跟建造，这是我们
这个时候应该预备努力的。安息年的意义是得救和信仰，不是个人的事。所以意思讲，咱福强教会不是给咱老热欢喜安尼就快乐过就好啊。得救跟信仰还关乎整个土地，还有万有系统。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你不只是富强教会一间教会自己的热闹感恩庆祝，而是你关怀了这个社区，甚至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城市，还包括我们整个国家。因为自从人犯罪失落以后，上帝设计一个系统，使失落的重新恢复，失调的恢复平衡，劳碌的可以得安息。首先，在伊甸园的时候，根本不用安息年，也不用安息日，因为在神里面是丰盛的。但是当人得罪神的时候，神借由这个安息、这个休息，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姐妹，安息、丰盛、恢复，重新走进上帝、人跟大地的整个系统的平衡里面，这是上帝的心意。他运用这个系统，但是需要人，需要每位弟兄姐妹大家配合，明白他这份心意。因为他是大地的主人。从我们现在，我们富强的49周年的意思是，这个热闹不是长老、筹备委员举办活动庆祝就过了，而是你跟我们要配合神的心意，意思是让这个系统整个运作起来。因为神是大地的主人，也是我们的主人。所以弟兄姐妹，装备跟建造是上帝要我们在安息中努力装备操练，来迎接这个喜年 Jubilee。Jubilee 的意思其实是得自由、得豁免。所以，在今天的49周年，牧师有一个学习跟勉励，就是我们从第2段经文学习到尼希米。他们当时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态度跟心意，因为尼希米特别得当时外邦王的允许，带领一群他们的所有的那个百姓回到已经毁坏的耶路撒冷，要重建那个城墙。已经是亡国了，已经是被掳了，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是一片的荒废。人讲这什么拢无啦，迄也无，迄也无，安尼，因为迄厝拢互人大去啊，所在拢互人占去啊，要去迄哪会遐尼简单？但是尼希米他的努力是因为他号召了一群勇士来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他的宣告是什么呢？他说：“你们都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因为耶路撒冷荒废了，城门毁坏了，我们来重建城墙吧，免得我们再受凌辱。”这个意思是说，看似不可能的事，但是尼希米靠着神给他的信心，号召一群勇敢的以色列勇士，把荒废的城门坏了的重新来建造，目的是为了什么？不让神的居所，不让耶路撒冷来受到凌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点，他说：“上帝怎样与我们同在，帮助了我。”他们说：“我们就开始重建吧。”所以他们预备开始工作。所以50几年的筹备不是1、2个人的事，是以尼希米他号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重建，是你我都有份于工作。第三个，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不是说迄也无，就困难欠这欠那，还有一个阻挡呢。因为重建过程中，尼希米还阻挡了一个批评啦、挑剔啦、泼冷水的啦、嗤笑啦、藐视。看我这么多人，他说一个叫参巴拉，还有亚门人多比亚，还有阿拉伯人基善，他们嗤笑说不可能啦，人不够啦，财力不够啦，那些建材都不够啦。在很多伟大的圣工在进行之前，并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按照你的心意。我们要迎接50几年，大家热心参与，有人献功，有人献力，有人奉献。
那我们要求神圣灵来遮盖我们，不要被恶者来攻击。咱拢知影讲，咱要庆祝，咱有一寡重要的事工，无论是福音事工、起造的事工，也是庆典的事工，也是传福音的事工，常常咱咧拍拼，魔鬼嘛咧伫遐做工咧，咧攻击你、踢笑你，甲你泼冷水，就亲像尼希米伊要起城墙的时阵，一群人伫遐来踢笑。所以你看，圣经伫第20章有记载讲，遮个人个人踢笑啊，讲无可能。然后尼希米就回答因讲：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的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而且尼希米还邀请同工要祷告，在属灵的建造上面，不是人的血气可以抵抗的，是上帝的能力来帮助。而且有一群人，他说他们那一群人就一起来看守，而且昼夜防备，意思讲哦，袂使闹高的，拢袂使人去啦吼。他说阻止仇敌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混乱。那在尼希米这些声文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他能够52天把它建造起来，是大家同心合一，阻挡一切的攻击，阻挡一切的耻笑，阻挡一切不可能泼冷水的，是因为神同意这件事工。今天我们庆祝50周年，坦白说，不是一群人安尼闹热要互安尼足多活动，不是。但是为了讲，我们49年来得神的恩典那么多，我们用什么来献给神呢？不是那些热闹节目，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要被提升啊，每一个人的灵性，我们的福音的事工，我们的造就装备都要被提升。所以，我们在迎接50周年是为了这个目的，是迎向教会复兴的浪潮。我在读一些教会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到哈，原来富强教会在1976年设教，那个时代台湾的教会也刚好这样启动一个迎向复兴的浪潮，一个关键的年代。我看到当时推动这些事工的夏仲健牧师，他做一个回顾，他说：“我认为1979年，就是我们设教3年之后的1979年，那个时代对台湾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位宣教士叫史蒂文森牧师呢，他们说我们台湾的教会已经沉寂很久了。1979也当时在台湾也算是还在戒严当中，很多的那个社会动能都还没有启动，但是这位宣教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到韩国来参观观摩当时已经开始复兴的纯福音教会？今天教会当时在1979年时才有75000人，75000，对咱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后来到2000年以后，这间教会已经到80多万。那看来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个落差好大。但是呢，他们当时在台北很多教会去参观观摩，开始产生一个很有重要的改变，因为华人要学榜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的教会当然不只是长老教会，所以台湾的教会就开始走向一个复兴的浪潮，就是刚刚我们讲的1980年迎接了联恩更新跟祷告山运动。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到韩国，然后被圣灵充满，他们回来就大胆的突破。以前的长老教会或是其他的教派，讲到灵恩运动是足惊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教导所以常常联恩就会产生分裂，联恩就会产生意见分歧所以大家觉得有点怕怕的。但是那个时候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纯福音教会的复兴，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学习。加上呢，当时有一位同工叫做戴义勋牧师，当时在学园传道会，
后来他得到一个感动，在1979年，他就在苗栗的造桥成立了台湾第一个祷告山。那台湾教会从以前是一个比较属于福音派的事工，慢慢走向一个圣灵同在、复兴的事工。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地方祷告运动就成为教会复兴的一个开端。所以咱嘉义的基督院嘛是追随了这个苗栗的祷告山，我们自己长老教会也后来也设立了哈，比较慢一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转向，就是整个教会慢慢迎接圣灵的复兴的浪潮。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敬拜赞美的运动，敬拜赞美的运动，也在那个时代，教会因为推动了一个新的形态的事工，当时有一间出版社叫以林出版社，他们成立一个叫做和山那侍奉中心，看起来好像跟长老教会无关，但是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位韩国来的何用仁宣教士带来了敬拜团，加上美国的赞美之泉，一个新的团队，用现代的乐器，用现代的敬拜，兴起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个整个敬拜事工的转变。我们刚刚礼拜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敬拜团，我们有乐器，有鼓，有很多的合成乐器，还包括我们的音响。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等于说我们富强教会刚好踏上了这个台湾教会大转型的一个开端。虽然我们富强教会前20年没什么动静，我们是在2000年之后，等于算是我们富强教会成立了一半的时间之后，我们也跟随了这个浪潮。等于这个台湾教会的复兴，我们起步慢，但是我们追随到了。第三个是2000年福音运动。2000年是当时1990年，1990年他们全台湾各教派为了迎接2000年，我们叫千禧年嘛，他们就组成了一个2000年福音运动。那也就是这位夏中坚牧师，他成为一个总干事。那个时候大家要推动福音事工，成立教会，派宣教士。夏中坚牧师他在做一个回顾的时候说，虽然当时的数据没有达到原先的目标，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等于就是台语教会、甲国语教会，大家怎合法做伙啊？袂讲分立甲我，因为到以前比较隔阂哦，甚至还有一些对立，你知道吗？我经过这段历史的人，因为2000年福音运动，这位夏中坚牧师，伊本身是出身长老教会所以长老教会伊也会学，国语教会伊嘛会学，所以结果他的安尼哇，全台湾那跑最多教会就是他了。在10年当中，1990年到2000年，他促使了我们整个台湾教会的合一，那个对立隔阂消失了，而且一个重大的方向就是宣教。那这个是产生非常重大的改变。最后一个改变，也跟我们教会有关，就是小组运动引进台湾，小组事工。那今日咱富阳教会有20-30个小组其实是在1997年才正式，现在标准的类型的这个小组事工才进来的。在1997年左右，就是新加坡的邝建雄牧师，他把小组带进来，而且他很热心他觉得这个小组是教会建造升级一个重要的指标，所以他当时听说是每一个月都跑来，从新加坡跑来台湾，把这个小组事工引进来。现在全台湾各地的教会如果是一个健康或是追求成长的教会，对小组是开放的，因为小组最重大的一件事情是把牧养的能量分布在所有的门徒当中，所有的愿意服侍神的同工当中。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49周年，其实是一个起步，我们一起来勉励，就是迎接57年，我们再度聚焦于教会的创造的建造。从那49年跟随了台湾教会整个大转型、大转变，
感谢主，我们富强教会虽然属于长老教会的系统，但是这4项我们都承接了。祷告、属灵的更新、敬拜赞美、小组事工、福音运动，我们期待在再来1年当中，我们这4项大大的在增长、在推动。最后，我们要一起复习一下我们富强教会的一个使命宣言，就是我们建造的意向，有这四个5点，大家可以在周报里面看得到。我们再一次复习说：神啊，愿我们富强教会就是合乎神旨意的教会，成长的教会，被神所热爱的教会。第一个，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柱石。第二个，富强教会要成为一间活出爱的健康教会。第三，富强教会是一个积极传福音的教会。第四，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第五，富强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期待这5项我们不缺不漏掉，每一样都有一群热爱主的同工一起推动，一起成长。那我们明年迎接50周年，我们才觉得说我们有东西啊，我们有产业能够奉献给神。我们刚刚我们的同工到前面贴了这个标语我们注意看，这个富强50向神奔驰是经过很多人祷告得来的。那这个50，上个礼拜我们有谢谢佳美姐妹，她帮我们设计用一个比较抽象的50，其实是一个无限大，往前延伸，一直富强教会另外一个50，另外一个50，一直延伸，所以这个50是一个数学的记号，无限大。那富强50向神奔驰有这样的教导，我们简单说，时间的关系我们在周报里面这样写说，富强50向神奔驰是第一个回顾富强50，是对历史的感恩回顾。50年来，富强教会被神所引导，经历风雨，屹立不摇，累积丰富的属灵资产，建立坚固的信仰基础。所以50不是一个时间，而是一段神恩典的旅程。第二个，面向未来是向神奔驰。向神奔驰好像就是一个宣告，其实是很多细目。也许你是祷告事工，你是敬拜事工，你是小组事工，你要怎么向神奔驰呢？是神给你一个启示，怎么样达到神给你的指标？所以不是缓步向前，而是奔驰，就竭尽所有所能，充满速度跟力量，表达出一切迫切追求神心意的一个圣工。这不仅是信徒个人的操练，也是整体教会的意向，向神迈向一个属灵的标杆。最后是一场属灵的接力。富强50好比赛程中的交棒，我们说要代代门徒，我们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能够承续这49年来许多前辈他们所定下好的根基。向神奔驰是表达出教会世代传承、齐心向前的画面。愿神赐福给我们49周年每一位弟兄姐妹参与在其中，让我们明年用最感恩的心一起再聚集，来献上满满的感谢。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祷告，预备做第3段的服事，就是洗礼跟圣餐。我们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49周年是安息年，也是感恩年，也是装备年，也是赎罪的年。愿神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已经在心中定下要追随神所赐予我们的指标呼召，迈向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举行洗礼跟领受圣餐来迎接神的恩典，有请你亲自赐福在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唱一首圣诗这首圣诗在周报里面也有，就是台语的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有3节在这3节当中，我们请同工来引导。我们有7位弟兄姐妹要来受洗这个名单我来念一下洗礼的有高玉君、方玉婷、彭俊琪、吴春美；
信仰告白有严汝琪、简聪义、胡凤珠。当这首三节诗歌唱完以前，我们就站在一排在前面，也请同工开始来预备我们的圣餐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七位都来哦，7位还有信仰告白。感谢主，我们有4位成人洗礼，有3位是信仰告白哈。没关系，那我们就站在原位啊，我在叫名字的时候，你们再上来哈。感谢主，我们得帮助是依靠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主上帝的名。弟兄姐妹，我们注意来听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像彼得当时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今天也祝福我们在前面这7位弟兄姐妹，你们当中有4位已经在别的教会受洗，那加入富强教会，再一次做信仰的告白。我们有4位弟兄姐妹要成人洗礼，我们这个时候要请你们回答在这个奉主的名所问的这誓约的问题。在投影片上面有，或是你们听我做了问题，你们就同心回答哈。7位都一起。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感谢主。你们愿意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感谢主。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感谢主。这个时候有4位弟兄姐妹要做施洗，我们请同工来协助。贵殿，我们第一位是高玉君姐妹，来到上面来，在前面一点。来，方便跪吗？可以啊。来，跪下去，来膝跪。对，可以 ，OK， 好，小心，好小心。我们要为高玉君姐妹来做施洗。高玉君，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第2位是方玉婷姐妹。方玉婷，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站起来。我们第3位是我们的俊奇弟兄，用站着就可以，没关系。好，来站在这边，站上一个，这个好，站着就好。黄俊奇，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好，请来，没关系，谢谢。
站台下，用跪，好，可以来，还有我们春梅姐来用，看可以跪 ，OK。吴春梅，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门。好，请起立来，小心 ，OK。这时候要来做宣告。愿平安的上帝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我奉靠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系列的恩典。我们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满满的恩典。今天在主面前有4位成人洗礼，3位信仰告白，奉你的名来祝福这一群新加入富强教会的富强人。神啊，求你亲自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让他们加入富强教会，也成为神所重用属灵的同工。他们愿意分享主的爱，也愿意追求学习，成为神的门徒。特别是让他们在生活、在工作、在属灵的追求上，有神的一步一步带领，让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上面见证神的恩典，在工作上有神的祝福，在家庭以及每一样事工都有神亲自的保守跟带领。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今日参加这个圣礼典，能更明白受洗的意义。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离开你的道，以至于亏欠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让我们真心悔改，引导我们归向你，从今以后成为你忠心尽责的仆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为他们鼓掌拍手好吧？好，我们向后转，我们全部向后转。那牧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要请小会员还有牧者来给他们握手来接纳。我们也小组代表我们的同工在之后再送礼物，因为我们还要拍一张大合照好，我按照我这个名单了第一位受洗的是玉君，高玉君举手一下，玉君。玉君呢，他今年1月才开始在我们教会聚会他透过我们的印皇姐妹他们的一个书房的接触，然后带领他来。但其实他在以前就曾经有一个口语教学的老师是基督徒引导他，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受洗我们欢迎他。他是在我们的基地新小组。第2位是方玉婷姐妹，玉婷姐妹，她是喜乐小组小时候她就小时候就跟阿公阿嬷参加看西街教会所以是囡仔时代就伫教会但是因为阿公阿嬷住不同地方，他长大出社会有一段时间没有继续在教会，但是他后来搬到我们教会附近就有奇妙的上帝的天使带领他，就他姐姐以前是神学院的学生他请他们同学介绍，还有我们的会旗执事，还有在神学院的一位老师就是牧师郑世章牧师娘带领他来教会，在去年12月，然后这一次他就决心来受洗，我们欢迎他。然后他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咖啡厅我们的心灵转角在服侍了那我们第3位、第4位要一起介绍，一位是彭俊奇弟兄，俊奇弟兄也摇手一下，好。还有我们的春梅姐、吴春梅姐妹。他们2位呢是亲戚的关系，都一位俊奇兄是我们昌城执事的姐夫，二姐夫，春梅姐是昌城执事的大姐。他们从哪里来知道吗？从新竹来的。新竹有很多教会，他们为什么会来富强呢？因为昌城执事跟子兰执事的关系，因为就这心甲引传。他们在线上已经一起读圣经2、3年了。我们的俊奇兄他在新竹，在以前年轻的时候读基督教学校，就对教会有接触。
因为慕道在子兰执事他们的带领，所以他们觉得说，从新竹来啊，不远啦，来家塞类啊呢哈。但是平常可能会住在新竹，我们会鼓励到新竹附近的教会参加聚会哈。我们的春梅老师呢，他是英语的专家英语老师退休哈。他本身对信仰是很认真在研究追求的，但是他跟神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是启示我能够要接受洗礼，你让我一个记号。竟然圣灵亲自告诉他说，圣灵爱他，上帝爱他，他就决心在2个礼拜前通知子兰执事说他要受洗。我们特别欢迎他，我们来拍手欢迎他。所以呢，今天的昌城执事全家都来啊！你看，你们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来，你们家族来祝福啊！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哈，很高兴哈，今天大团圆了哈，谢谢。那我们还有3位哈，3位是我们的这个信仰告白，就是说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受洗，但是加入长老教会，从一个信仰告白，我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严祖琪姐妹，严祖姐妹。祖琪姐妹就是我们恒清兄、淑明姐的女儿，欢迎哈。那因为她从小就来教会没错，但是因为她有一个同事，要恭喜嘉文，你都有嘉文啊？嘉文是哪一位？听说是嘉文跟她是同事啊，要带领她来教会哈，没关系，等一下再自己去找啦。第2位是简聪义弟兄，弟兄。他其实10几年前我们教会建堂我们所有的音响事工就是他们的公司来承接的，所以长期知道我们教会音响都在他在努力帮我们解决问题。来这边习惯了，我们的弟兄就说你干脆来加入富强教会好了。他原先在别的教会他很乐意他说要加入泽龙小组啦我们教会很多音响事工有这位专家在，我们就可以更放心了。我们该拍手欢迎他。再来这位是凤珠姐妹，胡凤珠姐妹。好，凤珠姐妹她更奇妙，她其实在别的教会已经受洗但是他们搬来在中华东路2段这边。有一天她觉得心情有一点不是很 OK 啦，就到处走到一间离那个理容院的头发的，进去在聊天的时候，有人告诉她说，你受洗的，我们在附近有一间富强教会很棒，要不要来？竟然就是在徐萧山弟兄的美发店，他一听真的是来了所以就在西道小组，因为萧山弟兄在西道小组就在这边，他也做一个见证，他说他来教会当中，在每次敬拜赞美，在唱诗歌，在祷告，牧师的讲道，长老的带导，他觉得心中有受感动，表示说神喜爱他，愿意他在认真的追求。我们欢迎凤珠姐妹来参加我们的教会。好，来，我们请我们的长老来握手，也送礼物，来，快点来，我们退后一步好不好？再退后一步，来，我们请长老来按手，来握手接纳，来，欢迎，来，欢迎。那我们请长老等一下留下来要拍照我们也请下一个小朋友要受洗的吴卓越，是不是？父母亲带他小朋友来前面照相，好不好？卓越小朋友，好，来一起站前面，一起要照相了。我们要下面还是3排2排？我们请同工来照一张合照，我们小朋友也来好，我们请同工来拍一张合照，口罩稍微放一下来拍照。好，来认得你好，来再挪一下，来。好，预备。好，我们给他们热烈掌声。我们小组要送礼物，来，请小组过来，小组代表。
一下要照相的时候再一起合照好了哈。送完礼物，等一下要合照，等一下再合照，等一下再合照，现在来不及。好。那我们请妈妈带小朋友到前面来，你站到前面来。对，站这边哈。等一下要誓约，你站着就可以，站着就可以。对，站在前面，对，好。等一下会站上来啊，我先问你们2个问题，等一下哈。好，这个时候呢，是卓越对不对？卓越小朋友，妈妈是婷娜姐妹，她带小朋友要来施洗哈。那我们先请妈妈来回答我2个神要你回答的问题。我们得帮助是依靠天地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有人带小朋友来见耶稣，耶稣摸他们，门徒有责备，但是耶稣就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就不能进去。所以就抱小孩来为他按手，为他们祝福。虽然小朋友还幼小，不明白，但是父母亲养育他，要将圣经的话以及信仰教导给儿童。所以这个时候卓越要受洗，要请妈妈来回答我所问的2个问题哈。第一个，你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阿们。你要依靠上帝所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跟信徒的责任教导你的幼儿，以祈祷及好行为来养育他，让他能够所作所为都能遵行上帝教会的教导。你愿意这样行吗？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请小朋友站上来，站到台上来哈。愿主赐福你和你的儿女。好，对，谁站面向前面没关系你站在他旁边，面向前面，这种面向后面，对，好，你站陪伴那可以哈。好，小朋友来。吴卓越，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下面一步到下面去看，牧师来做宣告啊。面向牧师好。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幼儿蒙接纳进入教会，成为未陪参的会员，有父尼施虐的恩典。今日幼儿在母亲的带领下，亲自做见证，并分担责任来培育他的信仰。我们来做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婷娜姐妹，带领她可爱的孩子卓越来到主面前接受洗礼。神啊，可爱的幼童是神所喜爱的，因为他们存着纯洁的心到主面前。神啊，求你赐给婷娜姐妹有神给她的恩赐，让她在培育儿女当中，每一天都神的恩典跟她同在。小朋友健康、智慧、喜乐成长，幸福成长，让他们在将来长大的时候，能够在他主面前做坚信的。神，求你祝福这个家庭，也祝福每一位被陪伴这位小朋友成长的家人，让他们每一天都经历神的祝福。愿神亲自赐福在他们当中。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我们请向后转，我们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小朋友，来，卓越小朋友我们的卓越小朋友妈妈是婷娜，她是我们教会千丽姐带领她来的她不只是带着小朋友来施洗她因为在别的教会已经受洗了，也准备把她的会籍迁到我们当中我们在这拍手，谢谢，好，请回座，谢谢。弟兄姐妹，我们马上要举行下面的圣餐我们要一起唱一首诗歌一起唱诗歌我们请同工来预备我们唱宝贵十架，我们有同工可以拿麦克风一起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准备来圣餐。进入光明。
领以下的圣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教会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那归应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咬喙焦、因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正大家三甲伫地。咱遵守主耶稣当时设立圣餐的话，主通过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安尼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谢，咱照伊的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上帝。主上帝，阮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筵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的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感恩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时候，我们要请所有的长老来服侍，我们同工预备。这个时候，我们的长老要在5楼跟4楼一起发这个圣餐哈。那我们凡是受洗加入教会的都可以领哈。那这个是2合1的圣餐，请预备哈，请预备。我们拿在手上哈，我们先自己做祷告。我们献上感谢说，这是神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赐的保体跟保险。我们要借着这个来成为得救见证的记号。可以用传的比较快，接过去就可以，好不好？接过去，接过去。好，我们再请别的同工来接起来，传过去，拿过去，对。钟牧师，钟牧师有没有在这边帮忙？楼上有的还没有拿到的，请举手。搞定。楼上再一个，拿着就可以，不用拿着这样。有谁还没拿到可以举，摇个手，比较容易看见你。那边还有那边还有。主要说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主耶稣安尼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我们拿在手上，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是得救的百姓，神的祝福要透过这个圣餐来赐下恩典、赐福、医治、保守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有的比较坐在座位区中间比较不方便的，可以摇摇手，让我们同工都随时拿给你。
要说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不要客气哈，还没拿到的摇摇手，我们的长老可以看到你。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再问一次哈，有没有谁没拿到的，可以摇摇手。感谢主。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再问一次，有没有谁没拿到的？好，我们一起要恭敬来领受。看一下你这杯，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牌，咱就今日来纪念伊。咱把第一层薄膜撕开一块饼，我们一起来享用。食了，安尼旁杯，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我们把第二层铝箔的撕开，我们一起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众人三甲伫咧，咱三甲来感谢。主管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阮今仔日迎子49周年感恩的主日，阮也伫遮通过洗礼，迎子新的富强人来到阮中间，我也特别通过圣餐来纪念主你的恩典甲疼，因为若毋是你的保护、你的保体来赏赐，阮就无法度人悔改诚侪你属灵的百姓，阮就无分伫天国的福音。主啊，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作为庆祝49周年，也看见上帝恩典伫阮中间。愿阮所领受的圣餐，诚侪阮属灵的帮助，阮一生荣耀主的圣名，行入主你恩典的道路。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牧师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我们请同工来整理我们的圣餐桌哈，也做两个报，一个是我们教会在每次圣餐的时候都举行一个圣餐奉献，意思就是说我们周报有夹一个奉献袋，那你平常有主日奉献对不对？那不用放在袋子里面，那有圣餐奉献放在纸袋。那今天这个圣餐奉献呢，不是为了49周年，是为了我们的这一次救灾哈，我们在台南有地方受灾，还有包括我们的教会社会主日要举行这个奉献主日借由这个奉献，能够帮助许多受灾或是遇到苦难的地方我们如果有感动，我们现在请执事来开始收奉献，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会。
谢。咱伫这个消息报告进前牧师今天要来恭喜我们上个礼拜因为台风这个停班课，所以今天来补发我们每一位爸爸一份小小的礼物所以这个时候要请我们有7位执事要来送给每位爸爸一份小礼物。我们请所有的爸爸起立好不好？咱做爸爸的拢爸爸节，要献出小礼物来，我们用热烈掌声给他们谢谢。来，请爸爸都站起来，请爸爸站起来，拿到礼物再坐下，拿到礼物再坐下拿到礼物就可以坐下了，拿到礼物可以坐下了，来。每一个爸爸都有份等我们都拿到礼物坐下之后，我们再请新昌长老来做报告谢谢。这边有2位还没拿到，这个我们执事这边还有2位拿到了再坐下就知道有谁还没拿到好，祝爸爸爸爸节快乐爸爸节快乐好，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谢谢，我们请胡长老来报告。好，这是我来报告。咱先开酒报的头前，才本我的金句，咱做伙来念一道台语的，念一道华语的。来，做囝儿的要顺服父母，这是信主的人应该有的本分。以弗所书6章第1节，咱用华语的去知道：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第1节，我来报告。下周侍奉当中，主礼是曾瑞平牧师，司礼是戴婉如执事，请咱注意。集体交通，今仔是设教49周年感恩礼拜，咱今仔有圣餐的奉献的意义，是为着等下使风台来福建奉献。煞这2项，咱看第4项，就是讲下主日8月17召开小会，含50周年的筹备会，请各位有参与的干部注意。来，咱看第6项，53期中保大道的服侍募集报名，原来开始。第7项是9月初7开始推动第8期的幸福小组，请大家加油。第9项较重要的，我来报告，因为阮主任有交代。咱社区司法班为着要庆祝49年周年庆，咱第一先感谢教会场所来予阮使用和支援。第二，阮也感谢就是书法老师谢福龙老师，咱请起立，伊一路辛苦几冬来谢谢。几冬来，互咱书法班每一个学生也是同工拢足大的鼓励，足大的信心。阮这班的人员人才济济啦，大家欢喜听到要展示和义卖的时候阮1个月前，阮就摩拳擦掌。真正把所有的作品，毋是讲路边摊安尼，比路边摊、比文化中心咧展示的，搁较高贵，搁较好。你也看，大家拢去表背啦，有诶敲字筒啊咧咧准备这个时间的迄。阮的场所是伫3楼副堂，阮有3礼拜来会筹备啦，因为本来是会当较早，因为风台要表背表框有小可耽误着，到昨较结束。而且有一个报告大欢喜的好消息，既然有去采购
的兄弟拢有送一卡购物袋。既然买一份这品的时阵，苏老师伊为着响应这个活动吼，伊讲一个月来困眠较少，拢咧做这手工。既然买一位一项的时阵，伊就送一个。啊，若比较佫有甲讹落着，伊会佫加送一个。哦，啊，阮足辛苦啊，拜托你甲阮大提去，拜托拜托。虽然我是讲民老师的作者，但是啊，你拜托，咱若看久的时阵吼，你就有亲缘啦，你就感觉这和我有缘啦，把它带回去。好，谢谢。煞只，因为照咱时间来讲，爱心午餐爱停困到9月初，9月中，哦，啊，请大家注意。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我们今天除了我们受洗的家属来还有几位新朋友，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蔡小薇议员，还有曾俊仁里长，在这边欢迎你，欢迎。俊仁里长来，你就是咱的好朋友啦，伊大同到位，足热心欢迎你参加参加咱的周年庆希望明年50周年再过来50周年好，我们很高兴，刚刚有受洗的玉婷姐妹，她的好朋友哇，好几位都来亲友团。林真胜姐妹，还有李雅轩、李立新、高晴、陈佩仪、罗秀云在哪边？让我们欢迎你好不好？热烈欢迎，来欢迎他们，欢迎。哇，我们的玉婷，你人气也好啊，玉婷你的，很高兴啊！你们这样可以留下来跟他拍一张照还有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叫蔡宗珍。蔡宗珍姐妹在哪边？欢迎你。好，咱个重新介绍一下，拄则就是咱这个昌城执事的全家我们再次欢迎他们来，昌城执事全家欢迎你们来。还有其他受洗的弟兄姐妹的亲人有无？其他受洗的弟兄姐妹亲人在这边介绍一下，有吗？咱其他受洗更新类。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谢老师、苏华老师、谢老师来欢迎你好，最后一个报告啦，拄则有讲咱消息报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无个重复报告，但是有几项提醒，就是讲，咱小等下礼拜三你若有想要参观书法作品，在3楼虽然中昼无食中昼，但是来要参观一下，咱给祝福要开始义卖这回家可以吊起来做挂饰义卖这个金钱要成为我们的教会的这一个50周年的一个事工那这个周报里面也报得很清楚了咱教会推动50几年，对今仔日开始到明年的8月16咱有足多事工要进行所以有经费搁咱地下室1楼2楼拢在做整修这个拢需要咱关心咱大家拢有份来做参与安尼啦咱让下一页有一个奉献袋这个奉献袋咱让用这个50几年的奉献袋，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约定奉献的奉献袋来为教会做奉献，希望我们的经费都不会有欠缺那我们的报告就到这边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同中央的最无助，后来就变最坚强。用生命换生命，也好赛是坚定。好世间人比真理活命，主你头前带路咱免惊。大家当心勇敢向前行，
人心来圣经，每日祈祷无停，常常充满诚心来彰显，灵命更新，教会分享，带人来做祈祷学声，名是稳定，接受切见，达成耶稣交代咱使命，我从向天主呼求。我要变得坚强，用生命大生命，用菩萨实践听，好世间那地之理万命。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愿49周年感恩礼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主面前。愿神悦纳。也赐下属灵的能力，带领我们富强教会用喜乐、热情宣教，迎接50禧年。当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施温赐福帮赞，甲咱众大家三甲同在，对这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圣歌队来唱祝福的诗歌，再结束，请坐。好，大家平安，祝大家哈